住依題咧係2024年 Paper 1嘅第8題啦。咁佢依題考你 function 嘅。咁首先第一題 A 題咧，就要知道一樣嘢，就係 F(G)2 就等於 F(G)2。咁逐個測，先做咗入邊先。G2 係幾多咧？咪塞個數落去。5(2)-9。咁計數5(2)乘以2減9負1。咁我哋計個，跟住揾 F(1)，F(1) 就係4-3，跟住就係負1嘅 square， 即係4減負1嘅2，sorry 漏咗3，4減3 square 係啦，咁就要1，所以咧 F(G)2 咧就等於1啦。好，跟住 B 題，佢問你 inverse function G 係幾多？OK， 咁揾 inverse function 咧，首先係識個 Gx 就等於 y 啦 ，y 等於5(2x 減9)。咁你要揾 inverse function 咧，你要將個 x 做主項嘅，咁即係要調咗個 y 啦。2x 減9等於5除 y 啦，咁啊即係 2x 等於5over y 加翻9，咁 x 咧就等於除以2啦，5除 2y 再加9除以2。好，整翻靚佢，因為咧佢話要係，冇話喎，冇入特別要求喎，咁最好整翻靚佢嘅。咁即係呢度5啦，再加翻下邊扭咗個 y， 即係 2y。咁未做完嘅，咁你要表達翻原來咧 g 嘅負1咧就等於5加 9y 2y。睇下先，唔好意思，唔係 y， 係 x。呢個就係答案啦。咁其實咧，原來咧呢度咧 x 係唔可以等於0，而呢個 condition 咧係要寫落去嘅，否則就會冇咗呢一分。點解 x 唔可以等於0咧？因為咧，你諗下，當 x 等於0嗰陣時，呢個數就唔會成立啦。個數除以0咁就應該係 invalid 嘅，所以 x 唔可以等於0。好，跟住就 move on to part C。好 ，f(x) 去問你嗰個 simple fraction，OK，咁基本上咧同上邊一模一樣嘅啫。今次唔係失數，直接代入去。好，咁我知道 G 係呢個數 ，OK。f(x) 係幾多咧？4減3，4減3嘅2次啦，cycle 減翻9。好，化翻簡去，即係5啦，8減 6x 2次減9，整翻靚去就係5負 6x 2次減1。好啦，你會發現咧，呢個就係正確答案啦。呢個係 single fraction。嗱，同樣地，呢度係 part A 嚟嘅啫喎。佢問你 determine the range of g(f(x))，咁個 range 係幾多咧？咁你諗啦，佢 x 咧，佢本身係俾咗一個 range 嚟嘅。for f 嘅話咧 ，x 咧係任何一個 real number 啦。x 係任何一個 real number。咁你睇睇啦 ，x 係任何一個 real number， 咁嗰個 g(f(x) 係幾多咧？咁我哋用最簡單嘅方法先，我哋 assume 咗依個位係 minimum 先。如果話依個 minimum 嘅話 ，x 咧就係等於0啦。咁即係下邊就係負1。咁睇睇啦，5除以負1係咪等於負5？好，跟住咧，你會發現一樣嘢咧 ，x 呢個位咧係如果係大過1或者細過1嘅話咧，個數咧 x 2次咧都會係大過0嘅。如果個位大過0嘅話，
喺一個分母裏邊，下邊個數越嚟越大，即係除嘅數越嚟越多啦，咁個數就會越嚟越細，咁就會接近零嘅個數。咁所以個 range 咧，因為負唔係負數啦，所以負5 f(g(f(x) 細過零係咁樣表達。好，呢個就係 C2嘅答案啦。好，去到 D 題。D 題去問你 find the range of value of k， 當佢哋兩個 equal 嗰陣時，同時亦都係冇 solution。咁 f(x) 睇睇先，4減3 x square， 4減3 x square 啦，就等於照抄嘅啫，2x2減 6x， 再加翻 k。好，第一樣嘢整靚佢先，將嗰個 x 入呢個位，由左邊掉去右手邊啦，咁即係 5x2 啦，再減 6x， 再加 k 減4等於0。如果佢哋係 no solution， 即係代表 delta no solution， 即係 delta 係細過0嘅。咁睇睇啦 ，delta 細過0， delta 係咩咧 ？delta 就等於 b2 啦，減4a c， 跟住就細過0嘅，咁呢度36減 20k 啦，再加翻80細過0。好啦，睇睇負 20k 36加80，即係正116，咁即係 20k 擺翻過去係咪即係大過116？咁 k 就係116除以20。咁你會發現 k 係要大過 5.8 嘅。咁基本上咧，如果你做到呢一步咧 ，k 大過 5.8 咧，你就計到 D 個題嘅答案。多謝大家收睇我呢個 channel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啊！